解決問題可能靠天氣啦，靠運氣啦，最重要係我哋唔放棄啊！所以希望同業都可以遇到良好嘅人才，好好栽培，為業界出力，發光發亮。宏遠亦都有同各大院校合作，例如理工大學、樹仁大學、CGI 提供實習計劃，希望作育英才，回饋社會。多謝仲有香港會計師公會啦、環會計師公會啦，各位嘅會長同埋理事都到我哋呢個場合撐場嘅。仲有好多支持咗我哋10年嘅客戶啦，同埋我哋嘅同業嘅老闆，仲有亦都非常感謝同我哋一齊打拼咗10年嘅同事。